香港單車同盟建議喺港島北興建一條全長約10公里嘅單車徑，以堅尼地城作起點，沿海向東伸延，經過灣仔會展、銅鑼灣避風塘等，最後以杏花邨作為終點。同盟認為單車徑可以方便市民踩單車前往港島唔同地區，令單車成為市民另一種環保嘅交通工具，唔再單單係消閒活動。同盟下晝喺海濱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向運輸署作出反映，不過運輸署署長喺會議上就提出唔少質疑。佢喺會後話，政府暫時冇政策鼓勵單車作為一種交通工具，但就會小心考慮單車同盟嘅建議。其實香港政府喺咁多年呢，都喺新市鎮同埋喺新界呢，都係投放咗唔少資源，係為騎單車人士提供所需嘅資源。咁就住單車聯盟今日向海濱事務委員會提嘅建議呢，運輸署同埋有關嘅部門呢，係會一起呢係小心去研究呢啲建議。咁喺過程當中呢，當然其中一個重要嘅考慮呢，就係呢啲建議嗰個可行性，特別呢係考慮到港島北面呢嗰個地理嘅環境，以及整個建議呢係對於其他道路使用者所帶嚟嘅影響。單車同盟代表就話，有關建議要落實，難度並唔高。我哋成條 track 裏邊咧，基本上有大部分嘅地方咧，基本上係已經係可以係好容易就可以擺到條路喺上面，就唔需要話係同其他嘅公路啦去攞地方嘅。咁例如嗰啲係一啲已經係政府嘅地方啦，或者係一啲空置嘅地方啦，咁嗰啲其實已經佔咗大部分都可以係做，好容易就做到嘅。咁只不過係有少部分真係比較困難嘅地方係需要去解決嘅啫。佢又話，興建單車徑亦都可以令更多市民享受到維港景色。同盟會小心研究運輸署提出嘅質疑，並會考慮修訂單車徑嘅計劃，未來再提出建議。